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水上寒人赤身裸体无写实，热人心情乌毛头黄天，紧老土通顶，就会活跳跳。脚流水通浸，也袂死翘翘。寒热又在天，死活随在我。论命是最常的名字，册命是世人的名字。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29集，欣赏的是嘉义的萧定春老师伊所带来水上。所以期咱邀请萧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背景甲含义，也佮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我蹛个大草地，都较早种3-4丛的水上，我本来种伫沟仔底水底啦，真侪人毋捌吼，来讲，哎呦，你树仔哪种到水底？其实伊是有水才搁较水，因为我种几啊冬，逐冬都看伊变化，讲奇怪，树仔头就即个死的时阵像死去啊，活的是活甲足青翠，所以我才用一个对比的方法。对比就是热人甲寒人，对比就是水上甲人，人真册命。水上感觉这种落了，紧怎一窜种远吼。所以就讲这内底，我讲寒人赤身裸体无写实，就是拢无规身躯的叶仔拢落了吼。伊叶仔像羽毛的嘛。无写实送囝去学做戏。热人心情乌毛，头打起来黄天顶，足青翠足水。紧老土通顶，都会活跳跳。然后脚流水通浸，也袂死翘翘。伊流水通浸，佫也袂死翘翘。好，这是自然的描写。过来，寒热又在天，寒热直接代表环境，环境伊无法度控制。环境是一种自然的循环，要寒要热，我无法度。好，我改变我家己。你寒我就安怎，你热我就安怎，就是讲调整家己。死活随在我，论命是水上的名字。我看真侪水上的形态，感觉水上真论命。册命人的性命真册。阮这个会差不多常常爱参加个别式。人的生命真是，个别是不一定老的，嘛有少年的，嘛有中年的。所以阮的头壳内底都想遐有诶无诶，会甲自然看到的物几个概念倒做伙，甲写出来。咱台湾人一字足重要，常常咧讲诶，骹。这种大骹的骹，竞选的是用大骹的吼，个骹黑白写拢甲伊写咖啡的咖，有的台湾人袂晓个，就写脚甲脚，就是咱讲华语用脚步，手脚的脚，迄脚
在台湾话来讲，是有音有意思的，伊是文图音做剧，白话音做叫。哦，日本语大叫，哦，伊算一个叫嚣。啊，这个时阵是用叫嚣。台湾人讲的卡甲叫无共，若卡笑就嗨啊。叫嚣甲卡笑，你看是毋是无共对啊？哦，所以迄个叫字就是叫啦吼，叫字伫台湾是另外一个意思。骹手的骹无共，这个骹，咱台湾的骹是足好用的啊。细厝会讲做厝骹，淡水会讲做水骹。这讲袂了，这个骹是足好用的。骹兜，专门去广播电台伫新华，这骹兜，这附近讲做骹兜。灶骹，你看骹伫对，脚骹、叫骹，足侪意思。所以伊的意思要解释出来，这个骹字上少30种，足接用，无解决袂使。因为语文脱节，就是讲，因为台湾人，我咧讲，台湾人是新妇仔命，拢是别人咧管，无家己发展的机会，所以迄个讲的反讲，写的煞对袂着，无教育嘛。这里教育部即嘛是用迄个，我不小心跌了一跤，倒边是字足，正边是字高，这是跤字，甲台语的骹音较无活。因为伊无送气，鸟会当讲高还是加，袂使讲口还是卡。所以我紧啊，语言无照理解主张，本来到尾就是讲市场接受的人呀，较侪人写迄个呀。咱即摆字典内底用字嘛，真侪用着足侪人写的，就讲即字都大家拢咧写好，约定俗成啊嘛，就要接受个。这首诗的主角水熊，就是最近这几年在咱台湾相当受欢迎的一种树木——落羽松。所以去咱邀请花草食物专家关秀萍小姐为咱来介绍水熊、落羽松的特色。水熊，这内面讲的这个水熊，就是咱时常看到的落羽松吼。这几年啊，伫咧台湾足风行的，尤其是讲咱台南伫咧六甲这个所在落羽松伊伫咧水面上安尼翕起敢若100度咧，非常的水吼。咱知影，因为伊的树身真正直，伊看起就是足像圣诞树吼。伊的叶非常的水，但是咱爱知影，落羽松伊若是伫咧较凉冷的所在，一般会有按青色，过来天气较冷的时阵，伊会变黄色，黄色过来，搁大寒的时，伊会进入到红色，然后伊的叶才会变敢若咖啡色安尼，打起就对啊，然后才会落去。因为咱南部遮伊的迄个天气，迄个冷度无达到遐尼冷，所以咱一般咱所看到的，若会当看到有一点仔红，咱就感觉非常非常的水吼。所以咱一般看到的吼，除了这个落羽松，就是这个水熊以外吼，嘛有人叫伊叫做水芹吼，嘛有一种就是讲水杉，看起来树仔形足共款，咱会甲伊搞混。因为咱讲的这个落羽松伊看起来就是叶做像羽毛共款，伊的叶是互生的，就是讲你的正边一叶，然后倒边一叶，伊就是会往下，就是互生一对一对你若是讲水杉咱一般讲这个水杉，伊就是一对一对所以咱时常拢会甲伊搞混吼。论名是水熊的名字，册名是世人的名字。
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大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萧丁春老师写诗，关秀萍小姐主题讲解，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个继续空中再会。